喂，各位老友同後生仔 ，Uncle Wong 今日要講個重點。好多人得嘅慢性病，比如三高、關節痛，根本源頭就係細胞唔生性。之前成日講細胞健康人先健康，有3點要記住：充足嘅營養供給、良好嘅內環境、有效嘅廢物清除，唔係講笑㗎。細胞長期受到破壞，慢性病就會揾上門。你哋睇下，阿婆有糖尿病，成日話冇力；呢個阿叔有高血壓，唔敢亂食嘢。嗰個又突然生 cancer 咁，其實都係細胞吸收唔到營養，排唔走廢物，長期積埋，搞出嚟㗎。平時補幾多補品都晒鬼氣啦，因為細胞收唔到信號，唔知點樣修復自己，真係唔病都冇人信咯。但原來 USANA 有好耐歷史嘅 Intelligence 細胞信號傳輸技術就搞得掂。呢項技術使用分子標靶營養素來優化細胞功能，佢就似幫細胞裝咗智能對講機，信號強到冇得彈，細胞即時知幾時要搶營養，幾時要清垃圾，仲識得同慢性病對抗。Uncle Wong 個老友阿強有高血脂，用咗之後血脂降咗，而家仲可以同我哋去飲茶。精神好到唔似病人咁。講真，想擺脫慢性病纏身，千祈唔好忽略細胞。呢個技術唔係智商稅，係真正幫細胞翻晒氣，性價比抵到爛。後生仔同老友記都值得試下，等身體 keep 住正，仲可以令你發光發亮。